我父亲。啊？哼，胆子不小啊，今天都跑到我们家来了。好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你把除了钱其他的条件都跟我说了，我一定满足你。一成，奶奶，他今天来我们家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不信你可以问他呀。贺先生啊，你别介意啊，我这孙子啊说话就是太直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往心里去，这都是孩子嘛。爸，你苏小姐，是安安吗？哎，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迟到了？没事，我也是刚来，坐吧坐吧。哎，啊，以后别叫我苏小姐了，太见外了，你就直接喊我妍希就好。啊，妍希姐，啊，初次见面，一点小心意。这是……你上次不说喜欢这个包包吗？我就让我朋友留意了一下，没想到在国外真的买到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们都是自己人。谢谢妍希姐。啊，最近总裁夫人有没有去公司啊？总裁夫人？没有啊。你确定没有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贺锦熙他爸爸来公司闹事儿的那一天，他好像在公司出现过。他爸爸去公司闹事儿？公司以前不是一直传贺锦熙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吗？我觉得根本就是假的。哎，他爸爸都跑到公司找顾总要钱来了。我还听说贺锦熙啊仓皇逃走。那顾总有什么反应？唉，还能有什么反应啊？肯定是不相信呗。我听说啊，他还把人家给修理了一顿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这顾总啊，好歹也是见过那么多女人的人，哎，这事实都摆在面前。